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81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87天。前線總共發生了201次戰鬥，其中52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雖然普京再一次聲稱完全奪取波克羅夫斯克，並發布視頻顯示俄軍部隊出現在所謂的關鍵街區，展示俄軍這個旗幟還有俄羅斯的國旗。但是烏克蘭總參謀部稱，烏軍各部隊繼續在前線具有挑戰性的地區進行防禦作戰，尤其是在波克羅夫斯克、沃夫昌斯克和庫皮揚斯克。普京關於俄軍佔領這些定居點的吹噓聲明與事實不符，這不過是克里姆林宮又一次試圖利用精心策劃的插旗視頻進行宣傳，以影響國際談判參與者。昨天咱們節目說了這個就是演給這個特朗普的特使維特科夫以及他女婿庫什納看的，對吧？讓他們坐在那個小房間裡面觀看普京在論壇上講話。等到維特科夫一走，前線的俄軍又洩了氣了波克羅夫斯克血腥戰鬥仍在繼續，俄軍傷亡不斷增加。根據烏克蘭方面的說法，僅在紅軍城波克羅夫斯克一個地方，俄軍傷亡人數就超過了蘇阿戰爭期間整個蘇軍的傷亡總數。這個蘇阿戰爭10年期間，俄軍總陣亡人數 1.5 萬人，而波克羅夫斯克每月俄軍傷亡人數就高達 1.5 萬人。這個在波克羅夫斯克防禦的烏軍的主力叫空降軍第7軍作戰局局長弗拉基米爾·波列沃伊上校說烏克蘭防禦部隊正在波克羅夫斯克城市群區域抵擋俄軍的壓力，局勢困難，主要原因是兵力短缺。說俄軍在城區戰鬥中持續遭受損失，在12月的頭2天內，烏軍在波克羅夫斯克城市群消滅了81名佔領軍人員，另有52人受傷，此損失規模相當於2個連隊的兵力。惡劣的霧天天氣幫助敵人在街區推進，烏軍後勤路線易受敵軍火力威脅，使補給複雜化。烏軍在米爾諾赫拉德地區堅守陣地，通往該地的後勤路線仍保持通行。俄軍無法武力攻占波克羅夫斯克，因此散布有關其佔領該鎮的虛假信息。那麼根據這個第7軍的這個報告說明俄烏雙方在波克羅夫斯克還在激烈的爭奪不存在這個普京所說的俄軍已經控制了波克羅夫斯克，也沒看見俄軍組織什麼國際媒體的記者去採訪，只有一個鳳凰衛視。這個鳳凰衛視在俄烏這個叫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中充當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吶。現在這個鳳凰衛視又散布謠言，說這個澤連斯基12月15號要宣布辭職，然後以便這個烏克蘭新的領導人來跟俄羅斯簽署和平協議。我看了一下只有鳳凰衛視在報道這個新聞，我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媒體在報道，但是沒發現。所以說助紂為虐遲早是要遭到報應的。烏克蘭媒體報道在波克羅夫斯克，烏軍第3特種作戰部隊士兵在一處工業產地執行了清剿行動，3名俄羅斯戰士試圖滲透至此，第1名俄軍士兵被輕武器擊斃，另外2名試圖躲進灌木叢，但被發現，並在 FPV 操作員的協助下被消滅。這個都是4號發生在波克羅夫斯克的這個激烈的戰鬥的一幕。這個俄烏雙方在波克羅夫斯克已經打了16個月，這個慘烈程度遠超巴赫穆特。目前來看這個已經成為普京的一個永遠的痛為什麼呢？這個在波克羅夫斯克俄軍勢必要拿下，如果拿不下，俄軍就沒有辦法進一步拿下整個的頓涅茨克。但是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克已經囤積了16萬大軍很多精銳部隊在這麼一個這個彈丸之地被烏軍給拖住了，不停的在這消耗。而烏軍呢，對吧？他們主要是以無人機來打擊這個俄軍的後勤補給線，來打擊滲透進波克羅夫斯克的這些俄軍士兵。而俄軍也沒有辦法發動什麼大兵團呢，比如說這個營級以上的規模的這種裝甲車加坦克突擊，只能靠小規模的分散，對吧？滲透進城之後結果一個一個的又被烏軍的無人機給敲掉了，始終难以形成一個力量占領這個波克羅夫斯克。
所以讓人更加感覺到啊，这個更像是烏軍啊這個總司令希爾斯基的一個戰術，對吧？就在這兒布下了一個口袋陣，吸引這個俄軍來進攻，然後就是消耗俄羅斯啊，收人頭。俄軍在這個地方損失慘重啊，這麼打下去啊，這個俄軍也很難扛得住啊。那現在澤連斯基，對吧？希爾斯基這些人，那在能守住波克罗夫斯克的情況下，他肯定是要死守。守不住的时候啊，对吧？他就要算交换比。这个泽连斯基在1个月前就已经说了，对吧？烏克蘭士兵的生命最重要。那言下之意就是啊，如果守不住，他們就撤。現在呢，為什麼還守呢？也就是交換比還合適，也就是俄軍的損失更大，對吧？損失1比5以上，那希爾斯基他就在這守。但是等到哪一天啊，這個烏軍的交換比不占優勢了，說不定他們就要後撤，也或許啊，俄軍扛不住了，消耗不起了，他放慢進攻的節奏。為什麼最近一陣子俄軍進攻如此瘋狂呢？主要是一個啊，是天氣，波克羅夫斯克啊，最近總是有霧啊，霧霾天。這個對無人機啊，對烏克蘭來說，主要依賴無人機，那這個就是個不利的因素。第二個就是普京在外交上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對吧？一個他是要向特朗普展示自己在戰場上很有成果，很主動，對吧？然後這個最近啊，普京的外事活動比較多，大哥要面子，大哥出去轉一圈，對吧？你要說讓烏克蘭給揍得灰頭土臉的，這不是面子不好看嗎？所以他出去，對吧？見誰跟誰吹一頓啊！你看，我們也把烏克蘭，對吧？5000人給包圍了，包了餃子，對吧？哪一次國際會議啊，普京啊都故伎重演呢，都要在這些會議上面宣布俄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對吧？包圍了一批又一批烏軍啊，現在他們很可憐，想投降也投降不了，就那一套啊。所以這個俄軍就玩命的啊，送人頭當耗材。而正當這個克里姆林宮啊用嘴巴佔領波克羅夫斯克的時候啊，佔領紅軍城，對吧？波克羅夫斯克，這個烏克蘭人呢，正系統化的給俄羅斯的能源設施，對吧？給他們加點料啊，幫他們去軍事化。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證實啊，烏克蘭3日夜間襲擊了位於坦波夫州的俄羅斯的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卡巨型燃料庫。該燃料庫是俄羅斯軍隊最重要的補給設施，為俄羅斯坦克、直升機提供燃料補給的綜合體。烏克蘭還襲擊了黑海 MSP-4 海上平台的一個觀察哨，摧毀了俄無人機機組人員，損壞了西瓦什鑽井平台上的一部預警雷達，襲擊了克里米亞的薩基機場，該機場成為俄羅斯無人機供給平台。烏軍啊，此次摧毀了俄羅斯的3架獵戶座攻擊無人機，這個飛機不便宜啊，可不是那種 FPV 無人機啊，它這個一架都500萬美元呢。根據這個《華爾街日報》的說法啊，烏克蘭僅在11月份就對俄羅斯的煉油廠發動了創紀錄的襲擊，至少有24起針對俄羅斯大型煉油廠的襲擊記錄。俄羅斯目前的日均石油加工量已降至500萬桶。烏克蘭有條不紊地切斷俄羅斯的能源血管，俄羅斯的軀體失血越來越嚴重。12月2號到3號夜間，烏克蘭軍隊繼續對俄羅斯石油基礎設施發動遠程打擊。烏克蘭總參謀部報告稱，烏克蘭軍隊當晚襲擊了坦波夫州德米特里耶夫卡一家煉油廠，引發多起火災。12月1號到2日夜間，烏克蘭軍隊還襲擊了奧列爾州的叫利夫尼油庫，導致2輛 RV5000型油罐起火。烏克蘭軍事情報總局一名消息人士12月3日告訴烏克蘭廣播公司，不明身份人員於12月1日夜間至2日凌晨，在坦波夫州卡金斯基維希爾斯基附近叫塔甘羅格利佩茨克輸油管道使用遙控引爆炸藥和額外的可燃混合物炸毀了德魯日巴輸油管的一部分。12月3日發布的視頻顯示，卡金斯基維希爾斯基附近發生了爆炸和火災。什麼意思呢？也就是俄烏雙方啊繼續在烏東啊戰場上廝殺，用無人機啊，但是同時啊雙方也在打擊對方的能源設施，打擊對方造血能力。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啊，雙方打擊造血能力，那烏克蘭它沒有什麼造血能力，你打不打，反正人家是靠歐盟援助，對吧？靠其他的這些國家盟友支援，所以也就是俄羅斯你炸烏克蘭炸不炸也就那麼回事吧，反正費你的導彈。但是烏克蘭炸俄羅斯呢，就是妥妥的啊，炸一下試一下。誰幫助俄羅斯呢？沒有幫助俄羅斯的，都是薅鵝毛的。所以說這麼打下去啊，誰疼誰知道。
這個連美帝的这個盧比奧他都說了當地時間12月2號，美國媒體播出了對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採訪。這個盧比奧在採訪中說他說美國長期出資支持烏克蘭是不可能發生的，也就是說不現實。但是他認為對於俄羅斯而言，在俄烏衝突中支撐4到5年也是不現實的。這個是迄今為止特朗普這個小集團裡面說的唯一比較清醒的一句話，對吧？也就是俄羅斯你這麼打下去，你扛個4、5年是扛不住的，對吧？你美帝不支持烏克蘭，這個現在已經發生了，武器都是靠大家湊錢買湊份子，你支持烏克蘭無非就給些情報共享，現在已经沒有物質上的援助了那些武器愛國者那些海馬斯那都是叫烏克蘭優先計劃那個一攬子的那個基金去買的。昨天咱們說了這個在北約烏克蘭理事會會議上，5個國家将根據這个就是烏克蘭優先計劃項目，對吧？又募集了10億美元為烏克蘭購買武器，這裡面就有德國、波蘭、澳大利亞還有加拿大。就是你想象成这個歐盟這些國家搞了一個籃子放在那兒，然後大家你往裡扔錢，錢扔夠了，他拿這個錢去美國買武器，就是眾籌集資你看澳洲援助烏克蘭17億澳元，這個澳大利亞不僅要把他的直升機好像20多架援助給烏克蘭，還要再給17億澳元。一個好漢3個幫，一個籬笆3個樁你看德國為這個烏克蘭優先計劃再額外掏2億美元，德國援助烏克蘭武器歸武器但是他還往這裡面捐錢去美國買武器。這個德國、波蘭和挪威這3個國家也又攢到一起他們一起向烏克蘭再提供5億歐元的援助包，該援助包包括軍事裝備、彈藥、無人機防禦設備以及用於加強防禦陣地技術的設備。德國、波蘭和挪威3國表示，援助旨在加強烏克蘭前線部隊的安全，增強烏克蘭應對戰爭新挑戰的防禦能力。北約基金再撥款2500萬美元，用於提升烏克蘭的安全和作戰能力。這個德國總理莫爾茨表示柏林方面數月來持續與基輔就遠程導彈項目開展合作，烏克蘭軍隊將陸續列裝該裝備。C 未透露具體數量及時間表，此舉將使俄羅斯難以評估烏克蘭實際軍事實力。莫爾茨補充稱，支持政策將持續推進，未來可能包含在烏克蘭境內進行導彈生產的合作。這個德國人做事有板有眼，對吧？一旦這個德國戰車啟動那是勢不可擋。德國人，對吧？這比較低調說到做到。也就是說，未來這幾個月烏克蘭的遠程打擊能力恐怕俄羅斯人想不到。莫爾茨說了，對吧？要不能告訴俄羅斯人，要對俄羅斯有一定的戰略模糊性呢。北約秘書長呂特宣布北約國家計劃明年每個月最少用12億歐元從美國購買武器援助烏克蘭，一個月12億，對吧？北約的錢拿出來了。這個呂特他這回硬氣了一把，對媒體說沒有必要理會和回應俄羅斯普京的話，大家只管援助烏克蘭就是了。也就是說不要搭理他說什麼，大家悶頭給烏克蘭送武器就完了。你理那個普京說啥幹啥呢？普京不是威脅要對歐洲用核武器嗎？對吧？實際上歐洲早就該拿出這種態度，不要搭理俄羅斯人，就是悶頭給武器，要多少給多少。歐洲人恐怕越來越覺得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勞永逸解決掉他們的威脅。歐洲，對吧？也不要再去埋怨特朗普沒有意義，人家美國人不願意保護你，你自己的安全自己保護也是天經地義也就是說人特朗普不想做你大哥了，或者說特朗普還想做你大哥，但是人家不想擔責任，對吧？口頭上還做你大哥，有好處他還要沾，大哥的面子他要，但是大哥的這個責任他不想負了，那你歐洲只能自己來這個莫爾茨已經明白了，對吧？烏克蘭作為歐洲的東部屏障，烏克蘭絕不僅僅是在為自己作戰，烏克蘭是在為歐洲作戰，甚至也可以說是在為世界文明作戰，對吧？你看那個普京的說話表態，活脫脫的就是個流氓，就是強盜，開文明的倒車，絕不能讓俄羅斯人得逞。澤連斯基說是俄羅斯人挑起了戰爭，沒有別的說法，全世界都是見證者，他們帶着侵略意圖摧毀我們，我們阻止了他們，歐洲伸出了援手，美國也提供了幫助。俄羅斯未能佔領烏克蘭，首先要歸功於烏克蘭人民、戰士和平民強大的力量，當然還要感謝我們的夥伴。媒體報道說歐洲領導人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電話會議記錄顯示，他們
們直言不諱警告美國的肮髒伎倆。法國總統馬克龍說啊，美国有可能在領土問題上背叛烏克蘭，而安全保障卻不明確。德國總理莫爾茨說，澤連斯基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必須格外小心。莫爾茨說啊，他們既在玩弄你，也在玩弄我們。什麼意思呢？說的是特朗普和普京既在玩弄烏克蘭，也在玩弄歐洲，这就是莫尔茨的態度啊。芬蘭總統斯托布警告說啊，不要讓這對談判搭檔單獨與烏克蘭和澤連斯基接觸。什麼意思呢？這個談判搭檔指的是維特科夫和這個庫什納啊，也就是他兩人要直接見澤連斯基的話，那就是施壓恐嚇，逼他投降。所以說啊，這個歐洲啊，現在應該要加快進度，盡快在這個軍事上就是填補啊美國抽身之後留下的這個空隙啊，真空。特朗普已經指望不上了，美國指望不上了，歐洲人对吧，要自己保護自己了。歐洲人要學會啊，跟烏克蘭一起對吧，在沒有美國的策應之下來面對俄羅斯。這個世界啊，就是分分合合。現在特朗普和俄羅斯搞一起去了，尿一個狐狸去了。那所以大家就看到啊，歐洲的領導人呢，接二連三的很密集的要到對吧印度來訪問。實際上這個就是叫什麼？叫博弈嘛。你拉俄羅斯，那我就拉這個對吧印度。至少我就不會再去得罪印度啊，對吧？他就要跟印度去靠近，這就是所以我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剛開始就說過了啊，如果俄羅斯被肢解的話，那麼這個世界就是變成三足鼎立。哪三足呢？歐洲、美國還有一個印度，就這三足鼎立啊。那個肢解後的那個俄羅斯呢，對吧？還有另外一個印度呢，那恐怕就是牆頭草啊，到處倒，對吧？變成這個三足鼎立的這個三個就拉攏對象或者是防範對象。你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對吧？你這個特朗普對穆迪不客氣是吧？又是傷害了他嘛，又是收他關稅，對吧？又是不給面子。好了，穆迪就死死的抱住這個普京，對吧？跟他倆沆瀣一氣，這不就是這意思嗎？對吧？你不跟我好，我就跟他好，本來是個微妙的平衡。但是特朗普一上來把這平衡給打破了。歐盟的主要機構12月3日就2027年11月之前永久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達成了大致協議。此舉旨在剝奪持續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作戰能力，向其施加壓力，促使其接受和平方案。歐盟執行機構歐洲委員會提案在由成員國部長組成的部長理事會和立法機構歐洲議會上達成了大致共識。該提案將在正式批准後實施。剛才是2027年11月徹底斷掉俄羅斯的天然氣。那麼這個馮德蘭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說歐洲將徹底關閉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也就是原油，對吧？能源這個不僅包括原油，還有其他的恐怕成品油，通通的趕出歐盟市場。他說，過去幾年，歐洲團結一致，決心堅定，解決了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我們通過建立新的、值得信賴的夥伴關係，實現了能源供應多元化。我們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比例已從之前的45%降至11%，現在連這個11%也給它掐掉。我們對俄羅斯石油實施了制裁，我們也不再進口俄羅斯的煤炭。你看煤炭它也不要了。今天我們歐洲徹底翻過了俄羅斯化石燃料的篇章。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俄羅斯離開了歐洲這麼個市場怎麼辦？關鍵這個歐盟給烏克蘭的這個叫戰爭貸款，現在差不多有了眉目了，好事多磨現在歐盟委員會又提出一個新的方案。总之就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打那個歐盟凍結俄羅斯資產的主意，要把那個錢想方設法的倒騰給烏克蘭先花。那這個以前是比利時反對那現在叫賠款這個基金或者叫賠償貸款計劃正在推進中。這玩意兒我說了，只要它一啟動好事多磨。雖然它慢，但是最終肯定能成。那這個至少烏克蘭2年的這個軍費有了。我們再看看這個特朗普的態度這個12月3號他的特使維特科夫和他女婿庫什納，對吧？跟普京見完面回到美國之後現在媒體也不知道他們談了啥，對吧？都沒有对外透露。這個記者就問特朗普對吧？你派人去了，那個俄羅斯什麼態度能不能這個停止衝突？這個特朗普說他認為普京想要結束衝突。這個特朗普說他說普京想要和平，想要回歸正常生活，想和美國做生意，而不是每周損失數千名士兵。所以這個跟流氓待一塊時間長了，對吧？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流氓待一起長了，你就學會了不講理。那個特朗普的這個說法，搞得好像是烏克蘭在侵略俄羅斯对吧？在追着俄羅斯
斯打呀。特朗普，你認為普京要和平，那普京他只要部隊一撤不就和平了嗎？或者他就地停火不就和平了嗎？對吧？這個歐洲和烏克蘭人要求第一步是就地停火啊，你就和平了，對吧？你把槍放下，或者你別開槍了，大家就地停火。普京所謂的和平是讓烏克蘭投降。就在普京起身去這個印度訪問之前這普京還接受採訪，他說除非烏克蘭軍隊撤離，否則將以武力全面控制烏克蘭頓巴斯地區。你看看，仿佛是烏克蘭侵略了俄羅斯這個就是典型的就是希特勒的逻輯嘛，你不給我我就自己拿，就这不就是强盗嗎？你最好自己給我，你不給我我就自己拿。你看看，对吧？那個說話這個腔調跟希特勒都是一樣的。但是遺憾的是這個世界已經不是90年前了，還有40-50個國家，對吧？在維護正義，在維護這個文明絕不能開倒車。有很多黃俄說那地方是俄羅斯人，說俄羅斯語言，那地方人公投了，那就是俄羅斯領土，那烏克蘭就是撤出去。你說這話要小心很多國家都有說俄語的地區，挨着俄羅斯的一圈，哪個國家沒有說俄語的？那到時候他們到时候一公投，那地方都是俄羅斯的嗎？這就是典型的強盜邏輯我記得印度，對吧？印度的東北還有印度的那個西北，好多俄羅斯村雖然他們不說俄語，但是俄羅斯族人長得跟俄羅斯人一樣。那到時候他們來個投票，那是不是也要獨立也加入俄羅斯普京本周簽署一項法令，加大了在俄羅斯占領區內抹去烏克蘭語言、文化和民族認同的一切痕跡的力度。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被俄軍占領的地方，現在已經有計劃的在清除烏克蘭的痕跡了。俄羅斯人這一招，對吧？我剛才說了，他周邊的這鄰國都領教過，除了黃俄不記得。俄爹，對吧？這個脾氣就這個脾氣就是留地不留人。當然了，烏克蘭也不含糊烏克蘭最高拉達投票決定取消俄語作為少數民族語言在烏克蘭受保護地位。12月3號，烏克蘭議員弗拉基米爾·維亞特洛維奇在 Facebook 上發布這一消息，俄語在烏克蘭不再受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保護。烏克蘭最高拉達剛剛以264票通過一項法案，批准了憲章的正確譯本，並將俄語和摩爾多瓦語從批准中法律中刪除。所以說這個俄烏這種戰爭已經是兩個民族之間深深的仇恨。這個時候怎麼可能停火？怎麼可能是以烏克蘭割讓領土停火？如果烏克蘭以領土換和平，這個協議誰敢簽？我看烏克蘭到現在並沒有出現汪精衛式的人物。目前烏克蘭活躍的這個政壇的這些人物政治人物，除了那個梅德韋丘克，對吧？他現在在俄羅斯被大帝養着的，普京養着的，在烏克蘭國內就沒有投降派，一個比一個強硬。特朗普和普京如果想通過搞掉泽连斯基來達到，對吧？簽署這個和平協議，讓烏克蘭人投降，我看也是白日做夢。就是他或許能通過陰謀詭計把澤連斯基搞掉，但是他換上來的一個人恐怕只會比澤連斯基更加強硬。4年的戰爭不僅讓烏克蘭人感到疲倦，但是也埋下了深深的埋下仇恨的種子。這個戰不是一紙和平協議，不是一紙投降協議能解決的。這個戰最終一定是要分個你死我活，要審判戰犯，要進行戰爭賠償，否則沒有天理當然了，要取得這樣的成果，達到這樣的目的，不是一蹴而就，對吧？要有很長的一段黑暗時間要經歷很嚴峻的考驗，你要付出很多鮮血。今天這個普京到印度訪問，據媒體報道，這個印度總理莫迪居然親自跑到新德里機場迎接普京，並且跟普京乘坐一輛汽車離開機場。按照俄羅斯這個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的說法，穆迪這個舉動不在計劃之內的，也就說明也沒什麼好說了。兩個印度一個比一個底線低，這穆迪接人都接到機場去了，完了還乘坐一輛車，這也不能怪穆迪这不得被特朗普逼的。所以有的時候你發現这個印度对吧，是比着爛，看誰對吧底線更低。有的時候你一發現這全靠同行襯托就有的時候你發現有個印度好像底線還稍微高一點，你好歹沒去機場接嘛，對吧？也沒有手拉手
這是鑽進一個車裡面嘛，对吧？特朗普不也玩這一套嗎？跟普京倆鑽一輛車的，对吧？是这樣的吧？所以讓我們感覺到啊，這個世界似乎在後退中前進啊，就往前走2步，往後退1步，對吧？往前走3步，往後退2步。這個印度啊，要花20億美元租借俄羅斯的核潛艇，這個我都已經替黃俄想好了啊，黃俄不要尷尬，今夜黃俄不哭，為什麼呢？因為印度借俄爹的核潛艇啊，那肯定是對美國的啊，不要搞錯了，不要有什麼想法，俄爹幫印度不可能把核潜艇對準，對吧？黃俄啊，俄爹的武器只能對準啊美國。所以不要大驚小怪啊，不要尷尬。俄爹能有什麼壞心眼呢？不都是為你好嗎？對吧？都是為了在外面保護啊，策應，对吧？到時候在印度洋啊，這個美國人航母一來，他最怕的就是俄爹的那個核潛艇。這麼一解釋啊，黃俄就不那麼尷尬啊，也能睡得着了。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